第19章，此后我听见亲像群众伫天顶大声讲：哈利路亚！救恩、荣耀、权能，拢属伫咱的上帝。伊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，因为伊判断迄个用阴性败坏世界的大淫妇，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费的罪，甲因伸冤，搁讲哈利路亚！小淫妇的冤顶面称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迄24位长老甲4活物就拍地敬拜坐宝座的上帝，讲阿们，哈利路亚！有声音对宝座出来讲：上帝的正仆人啊，凡那敬畏伊的，无论大小，拢要学老咱的上帝。我听见亲像群众的声音、静水的声音、大雷的声音，讲哈利路亚！因为主咱的上帝全能者做王了。阮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乎伊，因为羔羊分赐的时阵到啦，新妇也家己有备好啦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幼麻衫。这个幼麻衫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天使吩咐我讲：你着写上，凡那受请赴羔羊的婚宴的有福气。佮对我讲，这是上帝真实的话，我就拍伫伊骹前要拜伊。伊讲：千万毋通，我甲恁甲遐个为耶稣做见证的兄弟，同是做仆人的，你着敬拜上帝，因为有严重的灵意，就是为耶稣做见证。我观看见天开啦，有一只白马，徛伫马顶的，称作诚信真实。伊审判争战，拢照公义。伊的目睭亲像火焰，伊头顶戴着真多的冠冕，阁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伊家己，无人会知影。伊穿着朽废的衫，伊的名称作上帝的道。伫天顶的政军徛着白马，穿幼麻衫，阁白阁清气，裙底伊有利剑对伊喙中出来，通击杀列国。伊的确用铁管还灌因，阁要吞达全能上帝大受气的酒闸。伫伊的衣服甲大腿顶有名写着讲：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我阁看见一位天使徛伫日头中，向天国方所飞的鸟，大声喊讲：恁自集来赴上帝的大宴席，通食君王甲将军的肉，壮士甲马甲骑马的肉，佮一切自主的做奴仆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。我看见迄个兽甲地上的君王，佮因的政军，拢自集要甲骑白马的，佮伊的军兵争战。迄个兽受掠着，迄个伫兽面前捌行奇事，马血受印记，甲拜兽上的人的假先知，也甲兽同受掠。因两个就活活的受血伫烧倒硫黄的火湖内，其余的互骑白马的喙中出来的剑刣了，白鸟拢食饱因的肉。